会，因为我觉得可以重复使用是对地球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我们当然就是尽心尽力可以去做。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店家单独要去做，其实是有困难。那我们觉得还蛮不错，所以就加入这样。因为我们店原来就比较倡导这个环保的包材。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参加。Foodpanda 作为就是台湾外送的龙头企业，我们一直很持续在关怀永续环保这个议题。那透过这一次就是跟台南市政府一起合作这个环保外送的计划，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环保的概念推广到更多的消费者。每周会有固定的时间把干净的餐具配送到店家，他们接到订单的时候，就是如果有看到选用循环容器的订单，他们就直接拿我们的容器去盛装，装完之后呢，就会等待外送伙伴，然后来取餐到送到消费者手上。那接下来就是消费者的工作了，就是当他拿到餐点之后，他就可以用完，再把容器就是归还到我们的自助归还站。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是很早就想做了哈，尤其是这个肺炎的疫情开始以后哈，然后整个外送的平台就发觉说增加了蛮多的废弃物，去把这个几个业者把它结合起来，让整个一个废弃物的量可以减少，这个是我们所要推的一个目标。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不想下厨时，你也会使用 APP 订餐吗？随着外送平台越来越普及，一次性餐具的用量也明显提升，造成环境相当大的负担。台南市政府领先全国，结合外送平台、循环容器业者、餐饮业者及便利商店，试办餐饮环保外送服务。消费者可选择循环容器服务，用餐完毕后简单清洗容器，交还配合店家、便利商店或公家服务等自动归还站，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一起来进行减肥运动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来到成大，跟我们环保署副座能够一起来推动这个外送零废弃哈。以台南市来讲，一天大概有800公斤左右的一次性食材，那这些一次性食材用完就丢掉了。台南市本来已经降低，现在又开始回升，所以我们真的要努力跟外送平台相配合，能够把这个一次性食材每天的这个量能够降低，能够让我们的不管是焚化炉或让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那非常感谢环保署的帮忙，这个我们配合成大还有许许多多的公民团体来努力做到减废。如果说能够我们再继续鼓励商家用那种自备食盘容器能够给予诱因的话，那这样就减少这种一次性包材或者一次性食盘容器的这个耗损。这个时候我们是以诱因来代替棍子，来希望说增加民众的这个接受度，大家不嫌麻烦的为地球尽一份心力，这点是我们要努力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11月13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用普遍来用是咱烟花渔业真重要的产业，不过用是过程当中产生的废弃物甲污染却一直存在，所以议员柯林上午伫总质询就要求市府重视彻底解决。对此，市长回应将由农业局召集产官学来合作，对根本解决。议员柯林伫总质询对抗这传统的玻璃笼甲改良以后的铺具，伊烦恼是现况伫黄金海岸一档一档共款看到破碎的玻璃笼严重污染海岸线问题并无解决，嘛冲击到观光发展，加上废弃河边问题嘛共款严重，要求一并解决。我们虽然说用改良的浮具是这种东西，但是它一样是碎粒。这个碎粒到海洋里面一样的问题，所以并没有解决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 EPP 的花炮浮具有没有问题？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这个 EPP， 所以这边写的文字，我相信农业局长要特别去注意。另外，国际主流 PE 硬式浮具作为替代，但是有一个问题，它不好绑，你也知道，不好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用竹架，那你现在竹架要碳化。但是竹架车过来，搁要车去到利用架去做碳化，结果你当有去思考，你的科棚、科架
跟你的浮具是不是要一并的做一个研讨去做处理？我们浮具的部分哦，刚才就诚如那个议员所提供的 EPP 这些浮具哦，是在3年前哦，大概就有经过一些试验，然后在去年我们又经过一些跟相关单位研发哈，今年有定一些标准重新再定这些 EPP 的标准。我想未来使用 EPP 不会有那么容易碎化的问题了。为了彻底解决铺具甲废气恶病和市府压力，会中议员除了要求改善的时间表，嘛进一步望市长寻求民间塑化公司的社会参与。对此，市长回应，伊希望朝向产官学合作来改善。跟民间的塑化公司谈一下，因为这袂趁钱，因为量无大袂趁钱，但是咱也有一个社会责任来做。迄天基美赵令仪总经理你有讲，因做啥物？迄个太阳能电厂也重视环保材质，咱哪会当甲因讲因的塑化专业，咱研究，连同所谓的浮具、浮棚跟科架都一起跟我们研究。我觉得最好是产官学啦。因为第一线的渔民，你做出来的东西他觉得不合用，他还是用原来的东西。是用原来的东西，他用完了，他又给你抛弃掉，那你又要去。你卖个明年啦，后年啦，来赶快，拢赶快。好了，所以说我建议就是避免说我们只是闭门造车嘛，我们就是要产官学，渔民的诉求，第一线的业者他们能够做到怎么样？学术机关来，我觉得。另外，同款是污染议题，会中议员嘛关心选举期间候选人机参加某某事，需要求市府制定治理条例，以公费来设立竞选扛棒。议员强调，一旦实施，一定率先响应，希望降低对环境的冲击。台新闻军之林根采访报道。对每年进口含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坚持台南零检出，一直到关心治安、减少绿环境议题。议员詹信凯上午主日时已提出检讨，希望市长超前部署，对食品安全甲维持治安拢袂当妥协。议员曾信凯表示，以及这小笼包明明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对人民健康的危害，亲像食毒同款。社会已经有这么大的反弹，结果中央徛伫饼外交，议员一意孤行。所以会中议员坚持台南零检出，要求市长袂当妥协，一定要有捍卫学生甲市民的健康。咱台湾即摆在咧人口老化，搁少子化。搁要进口迄种有毒素的猪肉，你话咱食，是要安怎？要拢食，大家拢破病，是食好袂生，是毋是啊？所以我咧甲市长讲你身为一个咱台南市的市长你一定要守护咱台南市民的健康啊！是，你绝对袂使向咱中央的政策来妥协啦。咱自从8月底中央宣示要开放这个含莱克多巴胺，明年1月初要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进口以来，其实咱即马就已经超前部署，咱即马就已经加强检验的这个数量。来咧上好，我进前曾经捌讲过我希望市长创啥物话唔通逐项拢看人安怎做，咱就安怎做。有一寡物件甲政策一寡政策咱爱做别县市的领头羊茫逐项代志拢慢人一步啦。为政者爱有良心啦，人民才会来支持啊。市长你一定爱知影。是，阮即马会当看下甲你补充，你准后时间阮就看下甲你补充。阮已经增加检查清华的检体啊。议员嘛以杀害女大学生的嫌犯为例，认为类似这款心理状态惯犯，一定要对踪列管，甚至透过辅导方式，提早启动防治机制，避免再犯律。我感觉讲咱一定要有咧做这个列管追踪的，提早预防治的这个列管追踪的，制定一套追踪的机制嘛。透过咱的警力也好，也是伊有咧就医咧心理辅导好，甚至搁有一个咧食药咧治疗好，安尼来改善这个再犯率嘛，莫互悲剧一而再而三的发生啊。议员关心治安嘛，进一步针对监视器的增设，要求市府一定要全面盘点，找出治安的死角来增设，以保障市民安全。
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安边区的安养甲长期照顾中心，2016年市府委托悠然乐园签下9档11个月合约经营。不过，议员卢坤福延续进前批评市府有道理的谈话，上午钟义顺再次关心，除了不满该中心公费照顾弱势老人比例，嘛进一步要求市府甲业者解约收回经营权。议员卢坤福伫钟义顺延续进前批判市府出租2500平土地，予民间的安养甲长期照护中心，每个月应交付9万块予市府，结果无设公费的称谓，却对市民收取高额的费用，根本无符合社会福利的制度。虽然小局表示，届满3档，依法已经要求1/3的配额，不过议员也是认为相当无合理、有道理的嫌疑。要求市府终止合约，用公办的方式来经营。契约中啦，就是要求爱收公费嘛。契约内面爱写公费哦，后来，结果这间公司它没有绩效，是新的公司，它在政府里面是不可以收公费啊。啊，那个是不是抵触掉？我最初你要注意听一下，等下你也起来回答吧。哦，这个。咱即马吼，那伊要求伊收公费啦，那准则即马现主席500层内面啦，咱会当利益到咱的民众偌济，一档会当利益到166位啊，结果拢无。到我即阵了，即马较收一个4个、5个安尼，啊，你讲这敢合理？这是咱台南市的资源嘛，啊，结果你没有好好的去利用。这明显的图利嘛，所以今仔日本席伫顶届会议提出，即届要求恁爱来做一个处理，可是恁处理了，伫我的认为内，我感觉嘛足无合理啊。所以法制处，如果他是违法的，我们可以跟他合议式的合议啦，就是讲大家讲的啦，你规说退销合约啊，市长咱家己来做啦，用公办的会使无啦？这那是不是要甲这个合约商来解约，还是咱来寻相关的？咱也免甲追究啥物啦，咱个未来咱的权益，咱搁甲收回安尼就好啊。因为进前错误的契约造成台南市损失3档未当照顾弱势民众的权益，加上称谓的利用率偏低，市长拢表示认同。会后社局才发表书面回应。里面该委托案一切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小局为了求慎重，经过再次检视标案，并无违失。目前已经甲业者完成公费收容照顾的契约，将加强提供台南市弱势老人的公费安置服务。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湾用者超高龄社会面临适龄人口除了独立长期照顾以外，医疗系统嘛持续转型。其中，疾病医学中心的积极导入居家医疗甲居家护理，现在嘛提出，如果急症病人并无需要住院，将会转成居家医疗。同时，针对不时住院的病人，卖亲自到厝内评估伊的照护环境，主动介入来解决问题。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的台湾，因为需要居家医疗的民众愈来愈多，病院也拢积极投入居家医疗甲居家护理，希望提供患者适当的照顾。奇美医学中心老年医学科的医师表示，
会使接受居家治疗的病人有分做3个阶段，只要有需求，拢会使提出申请。我们居家医疗先概略性介绍一下，它分3个阶段我们术语叫 S1、S2、S3。那基本上呢，能够适用这样子的病人，第一个 S1 最轻微的，其实他至少要有失能。所谓的失能，就是他生活中那些吃喝拉撒啦、洗澡啦、行动有部分呢需要人照顾的，这样就符合条件。那当然，如果你说好手好脚，这些人其实本来就应该可以来门诊，好，所以基本上他需要失能。那到病人到衰弱到下一个阶段，他可能需要一些人工的管路例如说鼻胃管、尿管。那这个是我们其实推行比较久的居家护理。那到现在这些病人，当然他也可以适用居家医疗。那病人如果病情到更末期之后，他是到那个安宁的阶段，那准备要接受一个善终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持续给予居家医疗的服务。所以大致上就是这3个类型的病人，那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都可以申请这个居家医疗的服务。基美医学中心也针对伫急症等待病床，但是无实际住院需求的病人，提供转介居家医疗的服务。同时也针对居家医疗但是常常需要住院的病人，主动介入伊居家医疗的流程，同时也评估伊伫厝内的照护环境，希望会使改善一直住院的状况。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呢，要么是自己申请，要么从住院中我们就转介居家医疗。那其实，在急诊呢，也有很多病人呢，他其实不一定真的需要住院，可是他就是年纪大了，然后带不方便，所以他会在急诊待床很久。所以这是奇美在发展的一个创新，说我们在急诊如果评估这个病人呢，其实不需要住院可以回去，只是家属会觉得下次再带来又不方便的时候，他就其实可以直接转接居家医疗这个模式，让医师去家里面去看。那第二个呢，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整合医学中心老年医学科。我们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住院病人，那这些住院病人在出院之后，其实以前我们如果是一般的居家医疗模式，可能都是管路到期了我才去家里换。但是我们目前就会把这个出院回诊直接用居家医疗的形式去做介入，所以这叫做急性后期的居家医疗。那这急性后期呢，是在出院的短时间内，我们就去家里面看。那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说我们住院中把他治疗的这个成果能够巩固，不会让病人出院没多久又再回来住院。其实老年人这种情况蛮常见的，就会反复一直回来急诊，反复住院。那你去到家里面也可以去评估一下，到底居家环境跟住院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回家之后，又有问题？住院中却都好好的。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创新的模式，叫急性后期的居家医疗。基美医学中心透过以病人为主的医疗服务，也是希望会使提供更加完善的医疗照护，同时打造更加友善的治疗环境。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不管皱起还是抽神经，拢是损害喙齿一个原因之一。经过了解，传统性树脂来补，不过因为无够耐用，所以市立病院表示，现在抗肥的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加上强度甲耐磨的优点，已经成为治疗的新选择。民众如果喙齿无好，常常皱起，可能就需要根管治疗，或者是补喙齿。但这也是造成牙齿质缺损的原因之一。加上传统补喙齿拢是使用树脂填补，有强度甲耐用度无够的状况，而且传统的假喙齿也需要磨掉较侪的齿质，相对也增加了治疗的时间甲困难度。不过现在新型的陶瓷镶嵌技术进步真侪，因为优良的强度甲耐用度，加上较袂变色等优点，也成为一个治疗的新选择。新型的陶瓷镶嵌呢，因为靠粘着剂的关系那它在临床上修行的量可以比较少，可以我们最大化保留我们牙齿剩余的部分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是可以比较保守的去治疗一颗牙齿，这样子达到它临床上希望它的寿命能够比传统假牙来得长这样子。但医师也表示，如果齿质欠缺上严重，也是无法度使用这个治疗方法的。因为陶瓷镶嵌呢是靠粘着剂的部分，如果说临床上案例缺损的齿质非常非常大的话，可能比较不适合这样子，那就是还是可以做临床上一般传统假牙的制作。医师也强调，陶瓷镶嵌技术在适合的条件之下，会使根据无同的皱起、齿质缺损的形状，设计出客制化的陶瓷镶嵌，在保留喙齿的前提之下，让喙齿恢复功能甲美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今年流感疫苗伫10月初开始做以后，10天就将近5成的量，显示个人对着健康的重视。尤其武汉肺炎疫情的威胁，虽然未当预防，毋过当降低重症甲死亡率，所以专家建议民众更应该来做。根据国际研究调查，施打疫苗虽然无法度完全预防新冠肺炎，但是具有正面的影响。不但会当降低已经罹患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嘛当降低死亡率。另外，肺炎链球菌是造成流感并发细菌性肺炎主要病原群之一。利用易造成肺炎链球菌感染的族群，包含5岁以下幼童、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慢性病，也即是免疫无全者。对着这个族群，建议应该要主动甲医生咨询，降低感染的风险。其实我们就是打疫苗的话，没有办法100%去就是做防范这个动作，因为这毕竟是流感疫苗嘛，那所以我们去就是针对流感疫苗部分。那所以如果是武汉肺炎的话，就是我们顶多只能减少它的一个死亡率，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后续产生的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个就是后续可能我们也比较容易。就医的话也比较容易可以去分辨这个部分，对，所以相对我们也比较不会说就是常常说需要去跑医院啊，然后甚至说就是我们医疗机构也可以就是减少就是我们怀疑说是不是要针对这2疾病做怀疑，因为其实他们症状蛮像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施打这个疫苗，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医师这边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点像是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鉴别啦。对，那再来就是病人本身的话，也可以就是减少他的一个死亡率，还有就是它相对产生的一个就是后续的一个影响这样。根据家庭医学会会长，国内外预防接种委员会的共识，建议成年人除了每一天施打流感疫苗，另外其他疫苗嘛应该依建议施打，强化身体免疫系统，才有足够的体力会当对抗外来病菌，预防疾病感染。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大肠直肠癌已经连续10天比例伫个人10大癌症发生率头1位，所以如何治疗就相当要紧。据有了解，目前主要的治疗也是开刀切除，加上微创手术的进步，所以目前国内外多数拢是选用微创的手术。大肠直肠癌已经连续10天被列为国内10大癌症发生率第1，也是国人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对着大肠直肠癌治疗，目前主要是以手术切除的方式。近年来，因为微创手术技术的进步，再加上微创的空喙较小、恢复较紧等因素，所以肠癌治疗目前伫国内外的医界，大多拢是选择采用微创腹腔镜手术。跟传统手术比起来，它的伤口更小，那当然恢复更快，术后疼痛也会更少。那对病人之后的比如说恢复到工作的状况和时间也会更少。但是这项手术也不是每一个患者拢适用，参像是体重过重、肿瘤过大等，拢不适合。大肠直肠癌都有机会可以用腹腔镜来处理，不过可能还是需要经过一些审慎的评估，比如说电脑断层、核磁共振，甚至大肠镜的检查。那有些病人可能不一定适合，不适合的病人像是之前有开过刀、腹部比较粘连的状况或者是比较肥胖腹内的脂肪比较多或者是说肿瘤已经放到比较大，那这些状况可能就不一定适合用腹腔镜。不过当然应该是每个状况都不一样还是需要我们个别跟病人跟医师好好讨论，看适不适合来进行。吴俊贤医师表示，各综合病院有大肠直肠癌治疗的团队，结合各科专科医生以及癌症各管师，提供优质的整合医疗服务，为患者带来标准、完整、持续性的治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乌阴短暂好天气，温度22度到29度，温度好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1月13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